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种的画面、这款的行为，做家长的真正会起惊。这是发生伫台中的沙鹿，一个西婚的查甫人行入去这间小儿科的游戏间，可里一个来看医生的小朋友的边啊，拎这个囡仔的过人卡，唔知想要创啥。互小朋友的妈妈甲阿嬷来发现，家长是真惊吓，诊所嘛帮忙来报案。警方讲，目前已经掌握到特定的对象，要了解这个人挖进囡仔到底有啥物企图。穿顶的衫、短裤的查甫人行入诊所内面，囡仔伫佚佗的所在，先刷这只塑胶狗，后来雄雄手伸出来要抱这个坐伫狗顶面伫耍的查甫囡仔，看起来敢若伫甲创治。这查甫囡仔出力，这查甫人才放手，这个动作互家长会惊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想要把小孩就是掳走这样子啊？妈妈好像有到门口去问那个人有什么意图这样子。那后来妈妈进来跟我们讲，我们就赶快通知我们旁边的那个光华派出所。诊所有调监视器，发现这个查甫人是一个人骑脚踏车来到这个诊所，后来嘛是骑这台脚踏车离开。我们有扩大调阅周边的这个路口监视器啊，那也有锁定这个男子啊。警方已经锁定特定对象，要调查伊到底是安怎要行入诊所，是安怎要伸手共抱别人的囡仔。另外，要提醒家长，不管带囡仔去倒位，一定要顾好，嘛要教育囡仔。对着青云人，甲伊讲话唔通插伊。若是对方做出奇怪的动作，要赶紧大声发出来，引起大家注意。若有必要，嘛要打电话报警。